政治消息，立法院将新人工程实法修正草案，民进党的立委郭玉静说是指控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祖过去是要讲这养子是外人这款话，是去互陈昭祖批评讲黑白生话。今日郭玉静是当兵会室内相逢和解。 不小心的去把网友的对于陈昭之委员他的发言的意见误认为是昭之委员他自己说出来的话，跟陈昭之委员就是致上我最深的歉意。郭玉静当面甲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祖会室内，并且献花。代志起因是初五立法院卫权委员会审议人工程实修正草案，郭玉静指控陈昭祖捌公开讲养子对我来讲有原是外人的言论，连倒互陈昭祖批评是造谣。不过找到两个人大和解。我陈昭之接受郭玉群委员诚心的道歉，我愿意郭玉群委员分享我的人生。 那我这样希望这件事情赶快风平浪静过去。郭玉静重新强调讲，未来的言行更加谨慎。陈昭祖是甲家己20年前写的册送予郭玉静，希望郭玉静会当更加了解家己推动代理孕母法制化的原因。不过陈昭祖也为家己讲，圣母玛利亚是代理孕母的发言，搁在公开会室内。如果这样的类比跟比喻，如果有冒犯、伤害到任何教徒，向大家道歉。 而且不会再引用。我对代理孕母的立场其实没有改变哦，就是说这个是茲事体大，那我们希望是跟人工生殖来做这样子的脱钩。卫福部5月预告修订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甲适用的对象由即马未生的翁仔某扩大到共性的配偶、未婚的单身女性甲代理孕母。 不过受到妇孺团体的反对，卫福部长邱泰源初五搁再表态，表示无牵连代理孕母的版本已经咧行行政的程序，经过性平会审议了后，按算12月底送到行政院。记者综合报道。